大家好，由於上一期分析粗量公司汽車銷售費用嗰個視頻，被好多視頻平台限漏，有啲甚至限漏咗我1個月。有鑑於此，我決定再做多幾期視頻嚟到致敬粗量公司同埋呢啲視頻平台。喺呢期視頻，我準備分析下粗量公司佢嘅一啲合法但係唔道義嘅行為。首先一個就係佢嘅亡命派行為，佢亡命派嘅行為主要體現喺以下幾點。第一就係宇田軍嘅衣着打扮。我哋先睇呢幾張圖片，呢幾張圖片就係宇田軍喺做手機、做車同埋做芯片嘅時候唔同嘅衣着打扮。我哋一對比就知道㗎啦。佢做手機嗰陣，佢模仿嘅係喬布斯嘅衣着打扮；做車嗰陣咧就模仿馬斯克嘅；做芯片嗰陣就模仿阿老王仁勳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呢種行為咧就好可笑嘅，就好似我哋喺幼兒班嗰陣玩嗰啲角色扮演遊戲，嬲塊藍布咧就覺得自己係超人。攞支竹咧，就覺得自己係武林高手，大概係咁樣嘅意思。第二個咧，佢所用嘅視頻宣傳嘅圖片，好多都係參照呢啲知名嘅公司嘅。我哋可以睇睇以下嘅視頻同埋圖片。然後第三個咧，佢又好中意致敬友商，無論係國內嘅、國外嘅友商，佢都中意致敬。我喺之前嘅視頻亦都講過。好多新能源汽車公司都中意做呢啲致敬友商嘅事，佢哋致敬嘅目的無非就係想消費者喺個思想上面將佢同埋佢友商建立一個聯繫，就好似一見到蘋果手機就聯繫到佢粗量手機，一見到特斯拉就聯繫到佢粗量汽車，咁佢目的就達到啦。第四個咧就喺車型上面去模仿人哋，喺汽車外觀專利嘅問題上面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外國嘅汽車品牌佢喺中國嘅汽車個外觀專利一路都冇點樣刻意去保護嘅，唔知係佢哋想保護保護唔到啊，定係佢哋唔在意，認為其他對手就算你冇咗個外觀，都對佢哋影響咁大。所以粗量公司佢出嘅幾款汽車都係幾乎照搬國外知名品牌嗰啲車型，不過就係國內好多消費者對呢種行為都好埋佢哋帳嘅。第五個咧就係呢一次佢出嘅一款手機上面，從15跳到17、16就唔出啦。因為蘋果啱啱出咗 iPhone 17，所以佢就奮不顧身咁去蹭呢個熱度。即係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就係、人不要面係真係天下無敵嘅。粗量公司之所以使用呢啲亡命派嘅行為，除咗上面講嘅使消費者將佢嘅產品同埋對手產品產生關聯之外，另一個原因亦都係突出佢重視對手，塑造佢一個真正儒雅嗰個形象。但實際上佢呢啲行為全部都係打擦邊球嘅，只不過係國內某啲法規未係非常之完善，佢先可以咁樣做。佢呢間公司嘅呢啲行為，如果搬去國外，一係就係被罰到阿媽唔認得，一係咧就被民眾唾棄。佢通過呢啲法律擦邊行為，亦都獲得咗唔錯嘅經營業績。呢個亦都係我哋社會經濟一個好大嘅悲哀嚟嘅。但係我哋國內好多消費者，佢哋係缺乏一個對知識產權、對個人形象嘅一個邏輯嘅理解能力，所以唔單止係車、手機呢啲可以模仿其他產品。哪怕之前嘅服裝產品，好似 Nike 咁，個鈎倒轉或者係兩個鈎疊埋一齊，反正擺到明就係假嘅。但好多人就覺得用呢種產品就可以滿足佢一個名牌產品王嘅需要。然後第二個行為咧，就係佢嘅商標註冊使用行為。之前我哋分析過，有啲公司佢係用一啲描述性嘅商標嚟到誤導消費者去消費嘅。作為粗量公司咁大一家公司，佢都有呢種行為。我哋先睇以下幾個商標。第一個咧就係傳説中嘅大壓鑄。我一直以為呢個可能係假嘅，但係我後尾查到佢真係註冊咗一個粗量超級大壓鑄嘅商標。除咗呢個，佢仲註冊咗其他描述性嘅商標，包括係粗量大師、賽道大師、粗量抗磨引擎、一往無前。最搞笑嘅，佢仲註冊一個 CUP 嘅商標。CUP 就係茶杯嘅英文 cup。我唔知佢想註冊呢個商標用嚟做乜嘢，但係根據我對呢間公司嘅認知，我相信佢唔會用喺一啲好正道嘅行為上邊。好，今期先講到呢度，下一期我會繼續講粗量公司可能存在違法嘅幾種行為。多謝。